不要局限于说只是周杰伦的印象，或者是明朝花瓶的印象，好啊，就是可以用在生活上面啦。用青花方式画的蝴蝶，装点了生活空间。杨丽丽连自己100年后要住的地方，也早已设定要有青花之美。我是画一个中国版的花仙子吧，啊，它那个仙女棒一挥啊，里面就有花花草草。好，我就到另外一个世界，然后里面有凤凰啊，有什么漂亮的鸟啊，好，来跟我一起玩耍。他们说是一个泡菜罐。我说何妨？泡菜罐像艺术品，当成骨灰罐有何不可？知名青花艺术家杨丽丽喜欢打破老想法。第一份工作在陶瓷厂画杯罐瓷盘，累积的画工再百师，传统的青花瓷图案在她手中蜕变。我说我们是软硬通吃，啊，布料啊，好，即使石头我们都可以把它画成青花瓷的质感。不需草稿，意之所至，随笔而走，创作出彩蝶起舞、胖娃娃幸福图样，陪她走过婚变的低潮期。杨丽丽说：“生命路可以走得宽，青花也可以玩得很宽。”像不像陶瓷？青花瓷，它是铝合金的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就是因为我们把不可能化为可能。和银歌陶瓷厂合作，还有类陶瓷的文创系列开拓礼品市场。一心还想架构艺术家平台的杨丽丽，念念不忘让青花贴近生活的初衷。黑干皮吃哦，黑干皮吃，女神张波有亲咪，对，勇敢去试，人生就会有趣。对，你直接画在衣服上可以啊？可以啊，老师也要画在我衣服上。把青花瓷，即使要画画，我要把它画得我自己很快乐。青花瓷可以传世千秋，杨丽丽更希望让美丽的青花落入生活，以35年累积的基础，创立文创品牌，不放弃任何一个挑战的机会。黑干皮吃，女神张波有亲咪，黑干皮吃，女神张波有亲咪。